去求姻緣就拜月老爺爺。如果配啱水晶手鏈咧，桃花擋都擋唔住啊！你去求姻緣啦，唔好亂拜。記住一定要拜月老爺爺先至對位。但其實仲有一樣嘢，好多人忽略咗，就係你嘅手上戴緊嘅係咩水晶咧？想催旺桃花，最基本一定係粉晶。嗱，點解？專門開我哋嘅心輪，提升我哋嘅吸引力同埋親和力噶嘛。成個人都柔和晒啦，自然多人想親近你。如果想再勁啲咧，嗱，可以加紅紋啦，或者師傅開光嘅粉紅色水龍珠，嗱，幫你加強愛情能量，吸引正姻緣啊，而唔係嗰啲爛桃花喎。重點嚟啦，當你一邊拜月老，一邊帶住啱嘅水晶嗰陣時咧，嗱，其實等於咧內外同步發力，你個願望咧會更加容易對頻成功。所以咧唔好淨係咧掛住少入拜啊嚇，要配啱合理嘅水晶咧，可以桃花咧嚟都嚟唔切啊！好啦，水晶睇我邊有 Sir， 戴咗唔會烏 Sir。